是不是长短？有长短要。这个是两边的，有给电视，这个是插进去中间。不行，现在再次稍微等等。行了。我们再往哪边拉？哪里好了？好了。哪里？叫哪个叫你叫你他等爷，当成爷。来了，纪念日。OK。这边的还要撑上。那边就拿这个小棍儿，然后小棍儿撑上就行，外边撑上就行。啊，好嘞，好的嘞。哎呦，我扎着我了。不行。登上幼儿园就是不一样。你看，哇，这简直很棒，看出来了。哇，欧元，这也行。接着进去吧。哎，我先不动筷子，然后拍半天，都是我在吃的。想问你一下，就是你参加这次藏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之前就是报藏语班嘛，就首先是我对西藏啊，对这些文化什么民俗特别感兴趣。然后呢，之前有去西藏什么的，感觉跟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在这次藏园活动里呢，就是我除了感受到这个牧区的文化，然后接受到这个宁玛派的这个宁家族的这个宗教文化，然后还很高兴在这种偶然情况下的这个找到师傅，然后皈依，感觉自己真的挺幸运的。所以就非常感谢同学们，非常感谢就朱木老师，就非常感谢大家。就是除了有自己很大的收获以外，就是真的就是觉得大家对我帮助很多。然后出来这一趟，我也觉得自己会有一些进步。拉玛拉，拉玛拉，加森丘，桑吉拉，加森丘，这是你的歌。加森丘，根丹拉，加森丘，拉玛拉，加森丘，桑吉拉，加森丘，苏拉，加森丘。
这个是近视的标志。人生难得，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是很难得的。有的人想，中国人现在应该是还有15亿人了，应该人生是不难的。但是我们这个陆战队会当中比起来，人生是很难得的。最后这个因果是不虚，什么叫因果不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什么得什么。我们平时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就得什么。就是等前吧，当跟着上路，对呀，对现在别当跟起起说当那些，别玩都是咱们的等我，就是比较玩咱们自己摸啊，可能做的，不是给啥的跟着东西就做等我了，我们的我们当小和尚，他也都啊跟着上我这，那上的那嘛的跟我都到这种地方一个在，嘛是生chết等chết，上街头被接了我。特别矮，但是你们他们都没事，慢慢就爬上去。没事，慢慢，我们今天一样走路，慢慢，一会儿休息，也玩，怎么慢走的话，我们就边走边玩，边玩边走，然后对，这样的话就不知道了。景色特别好。是不是？我们坐车过去的话，就是这些景色都没有。走路。不晓得中午还有粥吗？中午我们吃馒头。现在就想着中午吃什么？对，棒棒的。我跟你们讲，因为啊，我们这次为什么要用这个做的土的叉叉？我是代表着藏族老百姓，我们老百姓去给，因为去年我们是用水的主题去做的是水转金筒呀、水的叉叉呀这样的。那今年我们以土为主。那土为主的话，因为毕竟咱们今年来的地方也是牧区嘛，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要去挖土。因为今天因为我们走过来，然后你看他们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们提前过来挖了土的已经开始了，是吧？就是要拿起锄头的那一刻，我们一定要去发现自己的心意。所有的贪嗔痴全部砸碎，所有的一切都用水来和它，就全部就揉捏在一起，然后把它就是捏在一起以后，就给它装藏，做成佛像，铲除所有的恶念，然后升起，就是要走向觉悟之路。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件事情，好吧？最简短的，我们要觉悟。其实我们来真正的来藏地学习，就反正这2天你们一直在看到我这个帮助我们的这些人，藏族人的待人接客、待人待物，是吧？就是那么快乐。其实对我个人来讲，我走到哪里，所有藏族人都是这样。其实他们不需要刻意。처음 듣고 있다.以后我们做完擦擦放到这个地方，这个风水觉得挺好的，放到这个位置。两条河聚在一起的。哦。这里和这里两条河聚在一起。对。这个地方过去，西秦传承里面，聂大活佛或者是跟着你们看这个地方。做擦擦的这个地方。今天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做个擦擦。아니 말 깜. 우와.拿这个也可以吧？可以呀。就师傅标的这个地方是吧？养花就这种图特别好。是。城市里的花棚要是有这种图就特好。哇。给我一根这个吧，这个吧，行吧。好，我先端。等会儿啊，后面这。形象是不是有点差呀？像疯婆子。这地儿还要形象。
跟得上不见得相知的，俺上的能马里当玩儿就的跟得上拉马当这么去结花啦老去。跑地上了。那个牛，我还在跟他说话，他去叫他笑倒了一打靶归来，好在上面是偷笑，你知道？走多长时间能到？走的高原反应都出来了。差不多2个小时。那不远。这狗啊，那是什么呀？牛，不是那是牛啊！原来不是狗。哦。留下最特别深刻的印象是，从第一天开始有的就是我们就是接触的这个人家活佛家里的人，对我们那种热情和恭敬，可能就是说藏族人特有的那种恭敬心，对客人的那种热情，就是说这个的记忆比较深刻，就可能会让自己也去想一想自己平时待人接物方面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吸取的东西。还是跟信仰的一些东西，就是华藏仁波切一直陪着你去干好多东西。以前的时候可能觉得活佛就应该高高在上的那种，可是就是在这个体验中呢，他一直陪在大家身边，你就感觉他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他有好多给你讲好多的这个道理啊、小故事呢，你就觉得很智慧，这个就是让人感觉到记忆非常深刻的事。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我觉得还就是天葬吧。然后未知死，焉知生。然后一个人只有知道自己最后的终极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情况，才会自己好好安排自己一生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安排的最好的一个活动。
外婆吃肉吗？都猪肉吗？我反正我印象特深，小时候满脑子小辫儿，各种辫子。就是对，那就是他的信仰。啊，亲爱的，借一下你的镜子。这好使这个，谢谢。有镜子吗？没有，拿那手机吧，对你的手机。我说把你们早上记录下来都。记住脸盆吧。脸盆也有。我的脸的尽量不要入镜了。脸盆也有。还挺像的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活。让一下，让一下。哎呦，这回。宝贝儿，这么棒的。这么洋气啊！对，那有一点啊。小宝宝太小。他两个小，他两个对不起来。都来了。下一次见呀变，你看我这两个脚，我闺女也这么高。这个鹅姐姐特高，这两个脚。我给你梳一个那个小兰之介的发型如何？能这样的？哎呦喂！哎呦，这小辫儿还真行哎。行，我看行，挺好。给净编一个这样是很好。我看行，这事儿必须的啊。靠谱。这个路王哥我就上去了，哦，那天我就上这个山顶了，哦。有这样的景那儿有那么多鸟窝啊。Hello， 加一个伞。好了。啊，起来呀，起来呀，起来呀！上去过去有一个人，他说这个山顶特别高，这个山顶，到这个山顶上面能顾得上天。哦。他说的他去了，到这个山顶上。这个天可以蹬，可以敲的。对，在他刀子拿出来，画了一个圈儿，拿下来，在他的头这样伸出来，一看，玉皇大帝在这个宝座上面看见了，下来的时候，这个耳朵这边亮双双的，一看一个星星。太好了！你们上到那山顶的时候也这样，我们也这样，做一个动作啊，这样画一个圈。这师傅讲的，尊重着的。必须画一个圈。可以啊。哒哒哒哒啪啪。
去了那么多次藏地，然后这一次感受这个牧区的生活，或者说我们这一次参加藏园的这次活动，跟你以往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你能说一下？这是不同的，这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次来是要你自己亲手，就是我自己会亲手做很多东西。以前我不知道酥油是怎么来的，我就知道它摆在那块儿。然后，但是这次因为在牧区，在牧民家里面，然后我们自己亲手来做，然后就是包括什么炒青稞呀，我们自己做擦呀。然后这个因为自己亲身参与过了嘛，所以跟我以前的就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大自然，然后爱山。来，参与快点，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弄很多的。来了。这先买这个，这样分一绺绺的，撕出来一绺一绺的，对，这样就行。不是这个行。哦，就这么一卷。一个在这边。这样。它实际上，一蹬一松，一蹬一松，啊，因为它是朝一个方向转的，它是朝一个方向转啊。嘎嘞去啊！要转吗？不转，这的。你快弄，你转你的。慢点。你们等我到底听谁的？好了是吧？好了，身子好了。师傅，我这活啊，人家有气概，全部一捧。这是拴大牛的，不是？把他俩扔在一起，把手指头给。
哪行啊？那哪行啊？新月，张新月真棒啊！可以嫁了，可以嫁了。那咱们弄了就把这边弄了啊。好，没关系，反正是到时候要烧火的嘛。正面，正面。很技术吧？哇！这个最脏的。哇！你赶下来的，赶下来的。这是新炒的味儿，就是新炒的味儿。哎，这个你看你眼睛了。用土洗啊，洗不干净就用土洗。放点更好。我更觉得香了。淡的。我发现我的脑子他舔了2下。你看刚才这为什么加酱油没滋没味了？啊，哎，小心啊你再看。我上时间，上时间。王哥看着你，王哥的那个洁癖果断之欲。插手了，就是没上。开始吧。嗯哼。说。糌粑呢是要用1指禅先和，把碗扫干净了以后，再下5个手指头。藏区还是机会挺多的，那可能是作为一个旅游者和一个朝拜者，没有作为就是很难看到它的人情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这回应该是把我在藏区对人情方面的了解给补上了吧。人情方面。这个奶是来着，再煮用那奶渣煮完以后就在外面晒着。来倒奶。你看啊，两边都要煮，那边是酥油，这边是你的那个做奶渣的。没卤的。啊，你就好小子，你就好小子。看你了。没有拿。真的是不透哎。哦，放在凉水里面。哦。那边滴的水真棒！真正跟牧民能，短短的坐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儿，然后看看他们的生活环境，然后也了解到，并不是说他们房子多大多好，或者怎么样，或者有多少财产，或者是衣服穿怎么样，觉得他们那种快乐，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知道人其实需要的并不多，这是我得到的。
你们都在学藏文是不是？现在学到什么程度啊？会唱字母歌，我们会唱字母歌。30个字母没问题了吧？拼读可以吗？可以写。哦，一点点。好，藏文就是30个字母，然后4个音母，就可以拼读，比英语还好学。学是没有问题的，学很快就因为如果你们学的话，就大概就是3个月、半年拼读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比如说要达到这个翻译的程度的话，那还是要背很多的单词这个跟其他的语言是一样的。然后咱们的这个语法呢是比较复杂的，这个语法它分过去、未来、现在。一方面呢，就跟英语有点的相通；另外一方面呢，就跟梵文是相当接近的。但是你们可以不学那么深入，不需要学那么的复杂。一般的就是自己看书啊，了解一些这个藏族的文化，这些都不需要学那么深的东西。那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比较容易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藏文的这些30个字母的，如果发音的发的正确的话，能够正确的发这个藏文的这些音，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其他国家，比如说像英语啊，其他很多的这语言的这些音都发得很标准。另外一个就是从内容的角度讲，藏文里面呢，它主要是讲心灵方面的人的心灵、人的生命这些方面，如果你想了解的话，那这个学藏文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呢，现在藏文里面的很多东西已经翻译了英语、汉语，但是呢，如果你能够读这个藏文的原文的话，这个不一样的，不一样。所以藏文里面呢，比如说就讲这个人的心灵的比较深入的东西，然后人的这个生命的比较深层次的东西，这些都是确实是比其他很多的民族的语言当中，比其他很多的民族的语言更丰富一些。我觉得如果你们这个方面感兴趣的话，学藏文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感谢的嘞。以往的活动可能更多的是从一个准确说一个自然风光的角度来出发，就是观景，主要是观景，然后一个自我的一个小厨房啊或者这样。但这次更多的是大家一个沟通，一起交流，一起就是心灵上的一个提升，应该是这种感觉，就是让我知道的更多，了解的更多，我心灵就是更加平和。热情、淳朴，就是好客，就是和我们还是生活有很多区别的地方。完了，最大的感受就是入乡随俗。水可真清啊！那个谁，那我吧，他写错了另外的字。哎呀，太感动了！大吉，谢谢，我太喜欢这个了。
我就爱看他那个灿烂的笑容。马上就要结束了短暂的行程，但是我们的活动呢，朱木老师安排的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在这些活动里边，你觉得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每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都很深刻，真的，我特别感谢朱木老师，能让我们看到这么原始的东西，能让我们自己亲身参与到这个活动啊，不管是做什么东西，我觉得真的每一件事情都给我留下印象都很深刻。希望那个朱木老师那个工作室呢越办越好，有太多的这个同行朋友啊，或者是同学啊，都去学习藏文。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也希望这个藏研的活动呢一直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经过一次藏研文化的这个溯源的这一个活动，让他的生命中有了一个藏族生活这么一个亮点，让他就是说，可能就参加一次一生中，但这一次就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让他明白就是在大城市之外的草原上人是怎么生活的，人们的信仰、人们的心态，或者是对人啊、对远方的客人啊、对这个所有在草原上这些生灵啊，这些东西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人的心态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好，谢谢。我是一个差生，每次要掉队的时候，都是你把我提了起来往前走，谢谢。我想谢谢朱木老师，给我有一个机会体验一下牧区的生活。朱木老师啊，首先特别感谢您给我这次机会，让我参加这次藏研的活动，让我收获满满。而且认识了这么多师兄师姐，还有那么多藏族的朋友。完了，我觉得呢，明年的活动我还要再来的。而且